好来，乡亲继续来看菲律宾禁止台湾人入境，这是参与家己国会议员嘛看袂做哩。接顺因的卫生部讲，台湾确诊的病例18例，但是新加坡有40-50例，为什么要禁止新加坡呢？因的卫生部是嘴啊开，印袂出来。讲菲律宾这2天都会开会来讨论看，是不是要对修正对台湾的这个禁令。菲律宾向向将台湾列入临时旅行禁令名单，连回国国会议员嘛不满。Ano ba po yung data niyo sa Taiwan when it comes to the nCoV? Meron ba kayong data yan? Sir, 18 confirmed positive. How about in Singapore? Sir, 43 from Singapore. Then why don't you ban Singapore? 第昨个联合公听会对台旅行禁令，和菲律宾众议员是强烈的质疑。菲律宾打算伫今日也是明仔载开内阁会议讨论，敢要改变这个决定。蔡总统嘛要求外交部立场要较强硬的，嘛要反制。政府我们有方案，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政府有配套、有方案，也做了准备哦。但是我们要先看菲律宾的内阁的会议，他们的结果，他们所做的一个决定，完了以后，我们会依据这个结果来拟定适当的一个回应。若是非国政府无修正卫生部的片面的决定，那呢，咱方不排除做出冻结引进非籍移工、调回驻菲代表取消非国免签证待遇等等措施。某人建议讲，政府应该开放新的英语系国家的外籍移工。我们都会纳入相关的一个考量。即马台菲两国关系是进前还是退后，就看菲律宾的内阁会议敢有善意。